103頁嘅位置見到晒未？嗱，見到晒嘅話一齊嚟啦。嗱，頭先一開波咧，我係講緊有兩招嘅，一招叫做相似三角形，佢哋嘅面積比就係邊比個二次；另外一招咧就係叫做同高嘅三角形，佢哋嘅面積比就等於底比底。咁不如講翻第一隻先啦，相似三角形先啦。嗱，點解兩個三角形會相似嘅咧？嗱，當中有好多個理由，而當中考試局經常會出嘅咧就係呢三隻。你認住呢三隻，以後邊晚你一嘢要寫得到啊！聽下我講個咯噃。第一隻咧就係呢一隻啦，一個大三角一個細三角，呢度係平行線，只要佢平衡，呢隻角同呢隻角一樣，呢隻角同呢隻角一樣，O 唔 OK？嗱，我同你講埋啦。事實上嚟講，相似三角形咧，最緊要就係 AA。嗱，以前你會學校教你 AAA 三隻角等於先至叫做相似，佢冇點你，但實際 MC 嘅世界咧，你揾到兩隻角等於咧，你夠皮㗎啦。因為一個三角形嘅內角和係180度，其中兩隻等於咧，第三隻必然等於。所以其實喺呢個畫面入邊，我見到有咁樣嘅氣勢，已經係有相似嘅狀態啦。嗱，不過咁講喎，你要識得去數翻個次序。以後嚟呢個次序，只要你寫錯，其實你個答案都一定係錯。大家聽我講，我哋話邊兩個三角形相似呢？就係三角形嘅一圈阿 B、兩圈阿 E、冇圈阿 A， 相似於三角形一圈阿 C、兩圈阿 D、冇圈阿 A。嗱，各位，次序係緊要㗎。如果你後邊寫咗 CAD 嘅話，恭喜你，你係0分嘅。因為你根本上係完全係表達唔到佢哋嗰個嘅次序正確嘅狀態。咁如果係話整多個啊，嗱呢度又係平衡㗎，不過咧咁樣好似漏斗形狀咧，呢樣係 OK 嘅。呢隻角係等於呢一隻角，因為平衡；呢隻角係等於呢一隻角，因為平衡。O 唔 OK？嗱，中兩隻夠皮啦，你一齊嚟料㗎咯噃。三角形一圈、兩圈、冇圈相似。三角形一圈、兩圈、冇圈，O 唔 OK？OK 啊，冇問題啊。咁再隔離嗰個咯，再隔離嗰個唔關平行線事嘅，佢係一個叫做大三角包住細三角，其中一隻角係題目話俾你聽係等於嘅。如果題目話俾你聽佢係等於嘅話，咁呢個就係叫做相似嘅狀態。點解呢？因為我哋仲有隻叫做公共角 （common angle），兩隻角已經夠食，一齊嚟咯。三角形一圈阿 E， 兩圈阿 A， 冇圈阿 B， 相似於三角形一圈阿 C， 兩圈阿 A， 冇圈阿 D。明唔明到啊？呢度跟得明？咁如果係嘅話，嗱呢啲咧就叫做 similar， 叫做相似嘅狀態。只要你擁有咗呢個嘅技術嘅時間，咁我哋話以後做呢啲嘢咧，就一嘢就做到。嗱，講埋都得㗎啦。之後我哋會教 C 嗰本書。C 嗰本書雖然係講坐標幾何，但係都會見到類似嘅考法咧會出現嘅。咁所以大家咧記實呢個技術㗎啦噃。咁如果係嘅話，不如我哋睇下樓下嗰條115條啦，115條啦。嗱呢一條題目咧，佢又咁樣講嘅，佢話 in the figure 喺呢個 figure 入邊平衡啊，平衡啊得啦，已經知道佢哋有相似。咁如果係嘅話，繼續講㗎啦喎。佢話 AB 比 BC 叫做3:1，OK， 3:1，OK。咁啊，然之後繼續前進，佢就話咯喎，原來一個叫做梯形嘅物體叫做49咁大。嗱，不如咁啦，我哋49寫埋一邊啦，等下你會知點解。咁然之後佢就問你，我哋成個嘅 ABE 究竟係幾大 ？AB 究竟係幾大？冷靜啲，我想同你講，相似呢，三角形就不相似於梯形。嗱，好多人成日都賴嘢，即係你見到啊，我知道相似啊，不過亂咁比啊，冷靜啲。三角形同梯形係唔相似。今日真正相似係乜嘢？三角形係相似於大三角形。我哋會 feel 到㗎，平衡啊嘛。樓上咪講咗咯，呢個三角同呢個三角係相似咯。點解你要知道三角同三角相似啊？係因為真正嘅邊比唔係3:1，係3:4。3:4，明唔明嗰度？如果3:4嘅話，咁佢哋嘅面積比係幾多啊？面積比就應該係叫做3:4嘅二次，我哋叫佢做9份比16份。你明唔明白啫？一相似咧就係邊比嘅二次嚟㗎嘛。而家你邊比係3:4啊嘛，咁你 square 咗咪9份比16份咯。9份比16份就得啦，望晒出嚟，千祈唔好眨眼。呢度就係9份嘅位置，而成大隻係16份，扣咗樓上嗰9份，就仲有7份。
嗱，明明我腦諗緊啲乜嘢？成大隻係16份㗎嘛，扣咗樓上嗰9份，樓下就係16減9 7份。7份叫49，心算啦，1份咪叫7咯。如果1份就叫7， 9份就9 7 63。所以你今日個問題問我三角形 ABE 係幾多，就係叫做63。咁我哋就成功地咧就搞掂咗呢一條嘅題目啦。O 唔 OK？咁呢啲多數出 MC 啊，咁所以其實大家最緊要就係自己清晰計得快。咁就算咧你話哇，咁我點樣 present？你唔需要考慮呢個問題，根本係唔需要你 present。咁所以大家識計就 OK 啦。咁啊搞掂晒嘅話，打104版啦。